隻飛蚊戒爛件衫捐咗入去，個閪佬即時周身唔聚財，好快就上到頭盔，嚇到佢閪咁。冇諗到隻蚊喺屎忽窿捐入佢個身，隻閪佬鬼殺咁嘈，拱咗入手術室。呢個時候隻蚊行到大髀，陳主任就話鋸咗隻腳，都未喐手又捐去春袋，早知鋸腳好過鋸春袋啦。隻蚊喐嚟喐去，陳主任經驗豐富，舉隻夾入屎忽窿捉佢，油都冇落，直接乾炒，隻閪佬爽到哇哇聲。好快隻蚊夾咗出嚟，估唔到幾秒鐘就釘咗。呢隻唔係普通嘅蚊，而係外星生物。冇幾耐之前飛咗嚿隕石落嚟，傻強擺咗女朋友入間屋仔，跟住燒着間屋，一陣間又衝入去帶翻條女出嚟，睇得出佢好愛條女。點知嚿隕石飛埋嚟，條女都唔理啦，即刻走佬。可惜架靚車彎晒，地下揼咗個大窿，隕石單嘢好快通晒天。黑柴同番鴨一齊去及下，傻強隻閪佬仲未走，仲博有保險賠翻架車，都冇買隕石險又閪得賠咩？冇計，傻強帶埋條女一齊走。黑柴兩個落到地下，好大碌隕石啊！有3個差佬影緊相，趕走幾個閪佬之後，兩條友諗住攞啲樣本，哼咗兩嘢，嚿石出嘢啦，話知佢含撚吹簫，求其攞咗一嚿翻去。黑柴趕住去睇比賽，得番鴨自己研究，好閪恐怖，細胞分裂得好快，眨下眼玻璃都頂唔住裂開咗。呢種 DNA 從嚟未見過，10個染色體一對。即刻就同黑柴講，隻閪佬掛住睇比賽冇心裝。番鴨話佢哋係外星生物，咁緊要仲睇閪比賽咩？嚟到辦公室及下，原先係單細胞，依家變咗多細胞生物。西鳩撚嚟，佢哋進化緊，2億年嘅進化，幾個鐘就搞掂。如果俾佢哋諗掂，諾貝爾攞硬嘅。兩條友帶埋幾個學生再去隕石坑，呢次嚟到變化好閪大，成地都係唔知乜鳩植物。幾條友唔知頭唔知路行咗入去，點知地下好閪多條蟲，嚇死人咩？先過咗18個鐘就有條蟲，求其夾咗一條睇下，幾秒鐘就釘咗，好似接觸到空氣就會死。佢哋捉咗幾條翻去，20億年嘅進化，佢哋淨係用咗1、2日。過咗一陣，條蟲自己分裂，唔知點形容依家嘅心情。另一邊傻強搞緊消防考試，可能尋晚打得多飛機，冇精冇神，個人戇鳩鳩咁，仲俾水管扮到個春袋，閪晒啦！呢次衰咗，消防員做唔到就揾份唔使用腦嘅工，執下毛巾應該冇問題啩？隻閪佬見到地下死咗好多條蟲，開咗隻門更加多，仲見到水缸有隻怪物，嚇到佢閪咁。番鴨兩個又去隕石坑，呢度已經俾軍方接手，將軍狗仔超揸晒 fit， 仲有疾病管制中心姣婆蓮。番鴨兩個想落去都唔得，兩個閪佬告柒狗仔超同姣婆蓮，可惜鋤佢哋唔入，兩個死死地氣翻去，估唔到辦公室俾人爆格，樣本、隕石、條蟲，包括數據冚唪唥冇晒。黑柴要報警，有閪用咩？對方係將軍，兩條友扮成軍佬鼠入去，呢度重新裝修過，靚到閪咁，跟住換咗防護服落去。先幾個禮拜，隕石坑變到唔認得，黑柴唔覺意踩死咗隻蟲仔，即刻就有其他蟲仔嚟分屍，佢諗住捉一隻翻去，點知俾隻更大嘅食咗。兩條友做嘅嘢，姣婆蓮睇得一清二楚，即時落去屌柒佢哋。番鴨同隻閪婆講數，黑柴就俾隻蚊搞，最後陳主任幫佢攞咗出嚟。唔止隕石坑有外星生物，其他地方都有。有個閪佬諗住打野戰，架步都整好晒，冇諗到有隻怪物拖咗佢落水，個閪婆嚇到飆尿。番鴨多謝姣婆蓮冇報警拉佢，兩個翻去學校。傻強等咗好耐，攞咗袋嘢出嚟，係尋晚嗰隻怪物已經釘咗，估計係唞唔到氣死嘅。同時市民屋企同樣有怪物，都係出嚟幾秒鐘就瓜老襯。番鴨同姣婆蓮講，怪物適應緊地球嘅環境，要快啲搞掂佢哋。佢應承會同狗仔超講，啱先班師奶報咗警，3條友跟埋尾及下，怪物係地下捐上嚟嘅。傻強話出邊仲大鑊，成地都係怪物，佢哋都係地下出嚟嘅，適應緊地球嘅空氣。黑柴知道佢哋喺邊度嚟，呢度周圍都係窿同舊礦坑，突然有隻怪物死唔去，嘔咗嚿嘢出嚟之後先斷氣，撲街嚿嘢又係隻怪物，佢可以正常唞氣，好快就變到好大隻，跟住飛走咗，直接衝入購物中心。3條友追過嚟，一人一支槍，裝好子彈。有隻閪婆試緊衫，俾隻怪物捉咗，鬼殺咁嘈，3隻閪佬即刻去追閪到咩？冇閪辦法，傻強扮雞叫，一啲用都冇。隻閪佬又唱情歌，得喎，可能怪物嫌佢唱得太難聽，翻嚟喐柒佢。傻強唔會企喺度等死，番鴨揾到機會扮咗2槍，隻怪物終於累低，條女嚇到閪咁，以後都唔夠膽撻嘢。點知怪物仲未斷氣，3隻閪佬又補咗幾飛，殺咗隻怪物，幾條友嗨到閪咁，出邊亂閪晒龍。賓州問狗仔超兩個咩事，姣婆蓮話外星生物進化太快，要咁嘅速度2個月內老尾就閪晒。呢個時候3條契弟老閪閪行入嚟，狗仔超即刻叫人捉佢哋。番鴨話啱先喺購物中心殺咗隻怪物，佢哋係嚟幫拖嘅。狗仔超屌柒佢哋，兩班人嘈生晒，嘈有閪用咩？賓州叫佢哋諗計搞掂單嘢。狗仔超諗住撤離5公里內嘅市民，再用燃燒彈燒死班冚家鏟。番鴨話你唔用原子彈，
彈，黐線噶！呢個時候有條僆話有個攝像頭彎咗，屌佢老母，星星都出埋，跟住全部攝像頭彎晒。呢鋪閪過糯米雞，出邊嘅電梯有反應，狗仔超班僆支槍對準電梯口，上到嚟又乜柒都冇，估唔到跳咗兩隻怪物上嚟，班軍佬廢嘅，傻強仲勁啲，打死一隻，賓州嚇到飆尿，叫狗仔超做嘢，唔理佢用咩辦法，一定要佢哋冚家富貴。狗仔超鳩鳩屎咁，科學家有 Q 用咩？早唞啦！姣婆連同埋佢哋一齊走，市民準備撤離，但係學校呢邊一啲都唔驚，班腎仔仲跳緊舞，姣婆連幾個嚟到實驗室冇晒辦法，黑柴唔覺意抌咗支火柴落細胞度，仲勁過散裝偉哥，眨下眼就變到好大，火柴都咁勁，燃燒彈仲得了。另一邊狗仔超仲懵成成，諗住呢鋪光宗耀祖，姣婆連打嚟都唔聽，就喺佢哋冇計嗰陣，關鴨見到隻閪婆後邊嘅元素表，發現有種元素或者對怪物有效，但係咁短時間去邊揾咁多呢？兩個肥仔話飄柔洗頭水就有呢種元素，話做就做，將啲飄柔倒晒落個水箱，一陣間就裝滿，準備幫怪物洗剪，冇得吹。同時好多軍佬出動，好快嚟到隕石坑，傻強掹咗條喉落去，狗仔超同樣準備好，賓州都嚟到現場，幾條友落到下邊，叫傻強翻上去開掣，點知有幾隻怪物跳出嚟，關鴨叫傻強開掣，我諗到突然爆炸，係狗仔超喐手啦，外星生物掂到火馬上進化，咁耐都唔見出嘢，你做閪埋佢啦，幾個嗱嗱聲衝出去，狗仔超仲未知舐咗嘢，外星生物喺地下谷上嚟，好閪得人驚，幾條友開消防車走佬，班軍佬走唔切，死咗唔少人，怪物仲諗住分裂，到時候會越嚟越多，一定要搞掂佢。姣婆連開車到隻嘢下邊，揾到個屎忽窿，關鴨兩個擒上張梯，再升到屎忽窿下邊，機會得一次，得就得，唔得就翻順德，有用。隻怪物唔掂啦，黑柴俾個屎忽窿啜咗上去，關鴨掹翻佢落嚟，36計走為上計，架車啱開出去，隻怪物就爆炸，得咗。賓州表揚幾條友，傻強正式成為消防員，含鳩都冇咁歡喜。姣婆連同番鴨去執翻劑。